世界万象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仔日我心情大好，来个遮习松。什么叫做习松呢？学习松林。这有一个风雨亭。今仔日我来找一个朋友，这个人真弯巧的插头人，插头还佫会弯巧，这是什么人？这是一位年轻有为的这个教授，是安怎真弯巧的插头人？咱斗阵来去习松。我头下讲这真弯巧的插头人，这安怎佫会弯巧，佫是插头的，人是插头。老师，嘿，老师你好，老师你今晚在做啥？我今晚在做清洁，因为这我这是自然建筑所以无做什么防腐药剂伊伫咱这深山内底定定会有迄种大雾下雨这就敢若人咧生头线共款。差不多意思。其实因嘛不是讲什么真歹物我是讲这是一个风雨教室所以咱就爱把这些白菌地衣这种青苔给滤掉滤掉，咱就互遮的学员有一个较舒适的环境，会是伫遮上课。今天给滤掉，伊就囡仔班来做这个真趣味呢。安尼会使叫咱。阮厝有童工，安尼真好。阮厝有童工，阮厝的5岁囡仔来，游客来遮录老师，你是安怎来创这安尼？你说，你爱操过偌月来顺一摆，还是偌久？我是半年固定的来一届，毋讲我定定有当时也是讲，有我嘛是起来顺着因来遮嘛，算我第二个家，第二个厝第二个厝老师，其实你也看这真水真优美做拍这，老师这建筑我先给老师小解一下伊这叫做主动性优先，个最极度的影响，对，种足优先，什么叫做主动性的优先对我来讲就是咱有这个材料，用从自然的资源，用这柳杉，咱这片柳杉是一片人工森林，伊是永续循环的人工森林。你无讲我才无注意到，我才注意到，你是甲靠伫这四支柳杉的顶头。其实唔是靠伫这四支，即摆咱看的这个结构，其实我拄开始是用蒸汽，用吹这杉吹一个敢若钻石的形状，安尼过来。所以我讲这人真弯弯翘翘，甲伊吊起来，伊就变安尼歪嘛又重量，就甲伊插入咧这两张树拄掉的，一边会较悬，一边会较低。伊即摆就就变一个下水的厝顶。所以用这种茶的本身伊有功利的行为。伊直经起来，一直经起来，咱经伫这两边是讲台风有当时伊树仔会袂稳，我就是用这两边，敢若湿仔的所在，用歪给吊起来。用歪个吊，歪给做一个支撑不是讲真正吊起来，因为伊是规个但是甲踢掉的伊是撑在这两棵树，这就真趣味。这张树伊是拄好伫正东方，这正西方。刚好就是拄好，咱家有12张树我就讲伊是12点钟方向，1点、2点、3点、4点、5点、6点，拄好设起来。有啥要有东边？伊较悬西边较低，日头出来，伊日头出来，咱拄日头入来，就会使甲涂骹是讲淡落雨淡伊打头打，咱这溪的厝顶下晡的时阵，日头嘛使给拍到伊的厝顶。老师这几档我2021年开始一家4档第5档个第5档但是我看这种柳杉嘛，对不对？对，这种你一个人用的。对，我一个人用。
你要起偌久啊？我伊时阵，前期嘛，有一些树啊，人收获，干燥前期干燥做迄无算，啊开始来食，迄茶搬起来，开始就一只差不多150天的时间。一人150天，100差不多要半年的时间啦，差不多5个月时间。5个月，住伫遮，住伫哦，我是伫遮咧做这个风雨教室。啊，毋过暗时我有一个这永泰林场有一个好所在，就是伊有一个真好的工疗，会使提供我伫遮住。好佳哉！我了解讲安尼，你安尼，离群所居安尼。踮遮150天呢，至少差不多150天。可比我以前咧做研究生咧，住部落内面住2房半呢，哇，真厉害呢！对我来讲嘛是一个足特别的经验。因为老师因这个派别叫做 thinking hands， 就会晓思考的双手。我用双手咧思考建筑，因为用你的功法，你含这材料有真正咧互动，你有身体的记忆。你开始知影，这个山嘛，你用的这蒸汽取老师，你甲咱解说一下咱咧做的时候有这个身体的记忆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咱一个人和一群人咧起厝是无共款的，因为咱种样，咱也是讲，我即马我决定我家一人伫山顶要起这个风雨教室牺牲，含较早带学生伫东眼山做，安尼指挥的，是无共款，一群人咱会使摸偌重的树啊，咱会使摘出来，一个人就无共款啦，就爱饲，咱就爱饲，佫有迄功法，咧拗迄树啊，你知影这个功法，所以你就会去开始返回来思考，因为你知影这会做伫袂做伫安尼，会做伫袂做伫，你靠我度画图。所以唔是讲你先画图了后，才落去做，才落去做，因为你知影你有才调安尼做，所以你开始画这个图。所以对我来讲是用双手去思考，我的建筑。是这个意思啦，老师。我看你这树啊，拢无钉啊呢。对，拢用伊个杠落去绑起来了。我是用一种会车一种捆绑器。因为我在凹这树啊的时阵啊，拢用一种捆绑器来做我的一种固定伊的弧度。拢无钉啊，对吧？无钉啊。那这山啊甲山啊之间，这是用钉啊吗？我是用迄绳啊，用绳啊，螺栓。来升起来，伊这本来是我伫这山顶啊，这成千上万棵的树内底经四丛树啊，这4丛树啊，敢若4胞胎同款，所以你看，你遮都迄绳啊升起来所在，伊就是第1棵树、第2棵树，第三丛、第4丛，安尼敢若牵手牵起来。我摕模型给你看好不？好，你稍等一下。这个就是拄我讲的这东边的这丛树啊，这就是东边的这丛树啊，这西边这丛树啊，所以今摆看这，我甲这树啊，一丛柳杉有25公尺宽，拄开始经4丛树啊来做书法，书法了后。书法就是边仔的茶小甲凑一下。因为咱即摆这林场看增长就密度很高，咱得要永续经营这林场烂的爱先甲凑掉，小甲记起来像这2丛啊。这2丛是因为伊时阵伊破病，先甲记起来。先甲记。这嘛是一种书法。伊嘛是一种书法，记起来了，咱这树啊嘛是有作用，伊就变成咱即摆教师的椅啊，所以是物尽其用。是。这4丛树啊出来了，咱这柳杉25公尺，我给做三部分。从这个中的部分，就是咱即摆看到这，我给凹变 Y 字形的4个部分。顶管树啊，较树梢的部分，我就改变成这整个结构的中极。搁伊这环的次结构。出来用。即摆中一条。即马中一条，甲环挂外条，要挂迄
有啊，厝遐，厝遐系要割喺厝遐，啊从下骹遐大颗的，就该剁剁的，切一片，敢若木瓦，啊就变成伊这顶悬的木。啊，这切片拢是当家啊，切片伫永泰林场因哦，因为要帮咱处理，咱甲规家甲讲啊，伊甲咱处理啊。啊，我嘛是拢伫遐。你啊，家己敢工啊？我伫遐，因为迄记起来，我拢爱编号，所以一记一片，我就要写一片。所以吼，我知影这对一片，伊拢爱算得好，伊也囥去对倒一个所在。哇，买命咧！这所以这唔难150工啦。啊，搁加头前，嘛要一年啊。要一年吧？要一年时间。哦，要思考双手思考，要去到这自然活动，迄真够工的咯。对，真正是有够工。但这有这个开发性啦。嘿，哦，这老师你认为吼，恁这个学校的派别，对咱台湾来讲，这是头一间嘛？这是头一间你家己做的，还是伫东安山？东安山是带学生啊，我别位嘛有家己做的。哦，这是算头一座。头一个嘛毋是，这毋是啊，应该是头一个伫深山内。是嘛吼？伫城市内底嘛有几个作品，我一年甲做一个。一年做一个，一年做一个买命咯。我一年决定做一个案子，希望会使较专心的全心全力的在那个案子去执行。老师，除了这录这，还有啥物不一样啊？保养即摆咱看到的迄捆绑器啊，那么用钉啊嘛吼，伊是用一种货车，一种捆绑器，俗称叫卡里啊。卡里伊遐有部分是金属的，伊会惊洗身，所以我等下养分拢一定会上 W40加黄油，爱喷就对啊，用喷搁用迄清啊给抹，会均匀，安尼伊较袂长期因为这个湿气氧化就去啦。这是每半年。那这虾咧，这虾，甲即摆也免换嘛。即摆免换。伊这是自然建筑，因为伊是讲吼，阮拄开始设定，伊这风雨教室，伊是一个临时性雨遮。伊这是一个永续林场示范计划。希望国人知影，咱这茶桃，伊是自然的永续的资源，所以每一段期间，伊开始也有这种自然风化的现象。对我来讲，伊是主人的部分，咱唔免讲用即马化学一种技术去强迫伊。对啊，保护啊，创啥？其实咱使用做这化学物件，是我感觉是。有时较换起来，你知嘛？换起来比如讲5年、10年了后，伊这开始结构有影响，咱就开始会使把迄螺丝拔起来，互伊主人回归于大地，这是一个方式。过来咱会使搁起另外一个，因为咱这永续资源爱生生不息再利用嘛，去用这个杉麻，无咱种一杉麻，是要创啥？咱就是要来用的。安尼开始这个人工生。这厝顶边啊，厝顶嘛都爱清哦。对，大概等下。不要那变。我有高空作业的系统，所以有迄梯子会使互我爬到厝顶。厝顶哇！伊这个杉麻顶管拢会油嘛吼，油伊迄油有当时会流落来，有当时新陈代谢油伊会嘛枯掉流来。而且这个去遐嘛旧，有当时无得靠个发草，佮创啥了？发草是也毋捌看过，台风的时阵伊迄油伊会布满全部的树叶。对我讲是真水，按讲有一个缺点，伊长期迄叶子盖在那个树叶上面伊会潮湿。对啊。所以我就要用迄清啊，迄布具呢。我就用清啊，就来清到涂骹，一涂到涂骹伊嘛变养分，回归于大地，所以一个生生不息循环的理念。哇！我安尼形状有吼，我伊时阵我踮遮做一个工作平台，弯曲平台。做好这4支，这拄讲用迄
绳仔给嵌起来，伊就变一个结构。啊，我就家想讲，啊，我安尼吊起来，要给吊起来，吊起来，伊就爱自然安尼弯，啊，就使个放伫咧迄两支树仔内底。啊，我用这来表示吼，那是讲吼，这两丛树仔吼，啊，我家伊经诶这内底，经诶这内底。伊弯的时阵啊，伊就开始安尼，伊就安尼开始变这个形状。这边个着伊较悬的，这边给放较低，互日头拍入来，拍入来，伊就像敢若粗粗的厝顶，伊落雨啊，伊就安尼落落。雨洒时的感觉安尼。咱学员伫下骹上课老师伫前面讲说的时阵，嘛是对这个对上课有一个安全，因为咱这顶管有当时迄叶仔会落落，这屋顶会使保护咱的学员。是用这来介绍，所以我讲这个弯翘的插头人，就是安尼啦。讲要直接起这个看起来做理性的形状，其实嘛是无简单的，因为咱这个树啊，你唔知伊是安怎生，所以你要拄啊好安尼，拄好四角位啊，拄啊会使闪过这树啊。爱吹，爱计算，所以我都开始直接先做测绘一段时间，然后把它数位伫我的电脑内底，开始咧画图，开始咧算结构，这树爱偌粗，开始咧找这四丛树啊。这其实嘛爱用头脑，爱用双手落去思考，对，所以咧是主动性的优先，对，最极度的影响环境。拄开始是讲要家一个人的想法嘛是家己做一个测验，想讲我过去伫英国读册，阮是一个团队合作，尾后我等下台湾有机会，甲我淡江大学建筑系的学生伫东眼山起几个团学生用因的双手嘛起那个木构造的设施，会使予游客伫遐坐休息泡茶啊，还是野餐。有这种经验了后，我就感觉嘛希望会使专心来其他的搭料，静心。当家做这个风雨教室，牺牲利用这现场的树啊，健康的树啊，会使予我做一种悬吊系统，就使做把这整个结构安尼用天车给扭开，所以伊的过程是安尼一步一步安尼去想的。我想讲也是一群人做伙来遮做，我就唔知，我就有当时就骹手就足无用的，而且。有当时是你咧想还未想好诶，你的工班就来讲，你较紧诶，你真麻烦。我就可能会当时被拖死，当时就你心内想要做诶代志，你就活动去实践。这嘛是种人的心态吼。毋讲是大家按有每一个人有特性啦吼。适合的讲法啦，适合的团队，有的一个人，有的真侪人，安尼不一定。对。咱等下要过来看另外一个主构造的案子。用竹仔。用竹仔，嘛是我第一个尝试用竹仔。这就是我开始放开我的心，我带一个协力伙伴吴成龙先生，两个人嘛是相手来建造这个主构造。所以咱继续来看，这唔那是弯翘的插头人，这是弯书人，过来做竹仔，咱斗阵就看。老师，这松林内面那有就收掉了。伊这是一个国有林场，即马咱伊是永泰林业在经营，伊这林道。一般是林场的作业，伊是林场作业道，所以到林场作业车才可以进去。所以但是这林场伊是一方面也有咧抽查，
嘿，伊嘛咧做茶，伊是一个永续林场。啊，永续林场是什么意思？哦，咱拄仔有一个永泰林场因式的一个森林永续的回圈的构哦，思。是，老师你讲我咱听者。好，咱今麦一家这个所在伊是新竹五峰乡啊，海拔今麦咱起来说差不多有1200公尺。永泰林场占地大概有124公尺，124公顷啊。嘿，124公顷。伊开始是国有林场的时阵是民国43年的时阵。哦。啊，但是咱今麦看到海拔伊有1050到1450，所以伊是一个中高海拔。哦，这坡度啊，不止遐悬的。嘿，啊，所以咱家的伐树工啊，因咧臭树啊时阵，其实是做辛苦咯，真危险哦，真危险。啊，一个永续的森林，伊有啥物条件呢？啊是，嘿，咱而且看到伊只其实一个哦，今年三十到十，嘿，一开始吼要先造林，啊造林拢是弄 AI 迄种材啊，迄种树苗，啊造林啊开始挂草，伊就挂草。挂草吼，啥爱挂草咧？因为咱这树啊，伊是木本科，啊，伊边啊，其实咱这山林的生态足丰富，有禾本科嘛、草本科，啊，所以这草本科伊生长速度也比树啊较紧，伊会甲伊营养甲架过，伊会甲往过，啊，所以吼啊定期拄种落树啊，爱定期的去挂草，帮伊扑啊，嘿，爱扑草啊，树啊开始生比人较悬的时阵啊，差不多4、5岁以上啊，咱就开始爱做修枝，啊，有当时迄蔓伊嘛会爬起的刚生长的柳杉上面，的土长啊，土长啊，所以嘛爱修枝，啊，这修枝的好处是吼，会使有树啊伊的造材率更较低。伊那是讲较一种分支啊，边啊，迄土长的哈。嘿，啊，咱之后啊，比如讲一个柳杉伊成熟期25年，啊，你啊拢无修枝，伊会变长得参差不齐，啊，伊的很多枝的树节歹用，啊，造材就无好用，嘿，所以爱修枝，啊，在生长过程中嘛，有的树啊，伊可能看较细棵，有的足大棵的，大树吧，伊就敢若人共款。啊，因我知就是安尼，嘿，就是安尼。咱拄仔行入内底啊，会看到迄树啊，有大丛有细丛，其实拢5、60岁。啊，像咱差啊多，啊，就是有诶，伊生了较活，就敢我甲胖话同款。哦，大细汉差啊多对。啊，生较活，伊有诶生较好，伊就开始庆管。庆管。啊，无法度庆管，伊就争取不到吸收到阳光。啊，所以永远拢散，啊，所以这种树啊，就爱抽起来，爱抒发，这那叫抒发，啊，甲抽起来，啊，就迄较大丛的，伊会愈生愈大，愈健康。啊，再来，咱就是到25年了后，30年以上，咱就开始自发，就是这片，咱林业署有一个规范，一年内底，咱一100公顷内底会使错了一个树啊。啊，所以这个范围会使错开，伊就变成咱了后要来造材集材这个步骤。啊，所以错来因有的树啊并袂啊愈迄酸坡嘛吼，啊因会个用歪啊，这集材甲吊起来，集材甲伊吊开，吊啊集中淡一个所在，啊开始咧造材。啊，造材艺术就是吼，咱即卖山下拢有规格品，啊，佮加上咱咧作业到位落去。山下伊拢很多发夹湾啊，啊，所以车无度修长，咱一个柳杉差不多有20公尺以上。哦，无法度规丛落啊，啊，直接掉落去。嘛毋是，所以咱有规格的长度，通常拢是长长7.2米，啊，一般拢是3.6米，啊，树啊20公尺才剁几啊丛。啊，先剁好才有当搬。啊，会使整齐的，就像这个图爱整齐规桶。啊，给你载去，啊，咱为永泰林场，安尼载去到山骹的这正常制材厂，啊，工厂就开始有一系列的造材，加工啦，加工，啊，再做成品，啊，就是树变成木材的工序，啊，佮加工干燥啊、防腐啊，啊是规格品啊，啊这成品啊，就是会使作为
人一般是来做建筑古迹修复的材料，啊，不是板模，啊，不就是家具。你像老师你会当应用的物件更较多咯。我就加这弯挑的茶头人，佮做甲叫啥酒吧哟，还是餐厅？做迄嘛做一个餐厅。湾区的吧台哟。伊这餐厅嘛真厉害，伊尾后有得到3届的米其林绿星。是咯，所以这生活当中拢是这安尼叫做永续啦。但是老师哦，佮较侪作品。有得个有啥物？哇，小等更加精彩的等。希望讲我这世人去英国读册了，回来希望会使一世人拢会使含这三嘛，甲伊学习其实喏，这蒸汽湾曲竹其实是真正是无简单。我较早咧英国咧做蒸汽湾曲树的时阵，是我1年半的研究的时间，较突破这个功法，会使对每个个案全新的导入优生环境的方式来施作，是我的理想。老师，嘿。这个一个，你讲叫做桥栏哦？桥剪。哦，栏就是剪的意思，意思是桥剪。就桥栏哦。但是是竹仔呢？这是竹仔做的。制作人这本来是咧算弯翘的茶头人，那变成算竹仔。伊这既然是对我来讲嘛是真特别，因为我家己户名的。工作是叫做森林牧人，意思嘛是希望讲我这世人去英国读册了，回来希望会使一世人拢会使含这山嘛，甲伊学习一辈子七木啦，森林木的七木啦，来7个木，对，希望可以就是一辈子可以跟着这样子的木材去学习。2年前的时阵，有一个台湾嘛是林业署。这一计划跟着台湾竹会合办的一个叫做岛屿构筑，意思就是建筑的构筑，另外迄个竹就是竹仔的竹，建筑的竹，嘛是竹仔的竹啦。对，希望我这竹子材料在建筑师的现在新一辈的年轻人，看要用出什么新的物件，有什么革新的方法无？迄时阵来找我的时阵，我嘛就希望讲会使为木头到竹仔。像一个新的材料，气化，来新的学习所以就有这个机会来含这个竹仔来试验。我较早进前，我伫英国研究就是蒸汽湾曲树，蒸汽就是用吹的，吹。曲布，所以我讲这会弯翘的，就是甲迄插头落去吹，规张树啊。迄种树干，吹到软，安尼去弯一个，弯一个拱。听讲套地落去吹。较早是用一个木头箱子，蒸汽箱，敢若诋毁龟种，还是橡木桶迄种箱子去吹。尾后我弯凹树较长嘛，所以我就直接放伫咧箱仔内底，佮磨出来，经过去烫着。所以就用这种高温蒸汽袋去吹迄树，敢若施肥咧。对，就是施肥啦。要施肥哦，遮高级着安尼。就会使直接伫我要弯曲台咧凹迄。所以这竹仔是施肥过的。比施肥温度较悬，施肥咱60度嘛，差不多。有当是80、60、70无一定。这差几度？蒸汽弯曲拢爱100度，上少爱95度以上。哇！所以伊是经过一段时间咧，给吹用伊的升温软化。那会经过这个环境的？会经过这个环境是因为因为因设定的环境伫新竹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就放伫校园内面啦。为深山来搬来到都市的环境，都市的环境即届搁伫学校内底，这嘛是一种条件的嘛希望会使有更较侪人学生拢了解这个竹仔这个材料。迄时阵规个校园遐尼大，哪会选这个所在？因为迄时阵我看到
伫咧找这个环境的时阵，啊，看到这是一个落羽松湖畔，啊，落羽松大家拢知影伊真水嘛，秋天的变色，伊诗情画意，啊，拄好伊遮佫有一个既定的小桥一家，圣公喜学校的秘境小桥。哦，这本队就有桥啦，哎，看个袂歹，咱来去看看，嘿。啊，佫另外一个原因嘛是会使看到伊这佫有一个弯曲的步道，会使有人安尼慢慢来行落来，啊，经过这个落羽松的这个环境，啊，其实这个湖畔吼，伊嘛圣公喜学校的志洪池啊。哦，志洪池，啊，所以伊遮头前就有一个沟渠，啊沟渠，然后这些水就会流啊到迄个落羽松湖畔。哦，是，啊，是安那会做，敢若一个简的造型吼，其实伊嘛是讲，拄开始伫遮看这个环境来做基地调查的时阵，啊，忽然间讲有看到迄毛毛虫啊。变结烂，结人的过程，伫咧落羽松顶悬。啊，我迄时阵就想讲，我想要做自然建筑嘛，啊，自然建筑，啊，其实昆虫伊就是大自然的建筑师。是，当下因会用因的智慧，种物件啦、吐丝啦、创啥的，啊是鸟巢安尼。啊，我就看到伊夹伫咧树枝顶悬，我就想讲，我即摆要做一个茧的造型啊，迄个毛毛虫在吐丝啊，或是在变态的过程啊，变成蛹的状态，我会使甲这我的竹啊当做我这个人即摆咧进行式，进行式啊，利用这个桥作为主结构，和伊共构在一起，所以我的竹啊，哦。伊是含这桥的这每一个栏杆的主结构，哦，用我拄仔讲的迄蒸汽弯曲的工法，啊，含这栏杆我有延伸铁件落去，啊，伊就使含伊夹做伙，啊，就敢若编织安尼，有一段安尼设起来。哦，是这个意思。入口安尼，咱入来出来，按一下头，啊，入来感觉比较冬天，啊，都。跳到6公尺安尼悬，位下骹到顶悬。哇，这叫我灯火呢！这若暗时的时阵，这是真诗情画意。嘿，我时阵就希望这个桥，伊就敢若是一个生物，伊有生命。啊，伊这灯火啊，暗时伊会敢若萤火虫安尼，渐明渐暗，伊敢若咧呼吸共款。哦，佫会闪死啊？啊，伊是就慢的，伊毋是讲敢若伫有厅安尼闪死，所以伊的就是你伫内底行的时阵啊，是伫路口看内底行的人，就感觉这个蛹啊，这个桥茧，伊是一个有生命的建筑体，有咧呼吸，有咧吐气，有咧吐气，有咧吸气，有呼吸啊。老师。啊，这是什么材质啊？这竹啊，我看有。啊，这是什么纸？哦，这是篷布吗？这你讲篷布嘛，敢若新篷布。啊，其实吼，我在做这个调剪，希望讲，除了可以比较友善的工法来做之外，啊，嘛希望伊会使是一个几乎是全主材利用。全竹啊，所以竹啊纸，竹啊纸唔就金纸。嘿，哎呦，那拜请咯，拜请。对，我拄今仔有炸金，炸这材料来，这就是，其实这个想法就是来自于咱的迄种客家油纸伞。哦，米弄的油纸伞。油纸伞伊的特性，咱拢知影伊是用宣纸、棉纸啊，勾咧伊个结构，啊顶悬啊，佮有上桐油，啊伊就变成会使基本会使杂货。啊，我时阵咧做桥剪这个建筑物时阵，嘛希望伊会使含这个生物体伊的特性同款，伊是敢若一个壳啊，迄壳是半透明的，所以我希望会使伫这个空间内底
看到路口的影，所以咱即马看到迄树啊对啊，树啊影吼，就水的呢吼。风一吹，啊伊就安尼摇曳，大自然定光书啊。嘿嘿，啊希望会使创造安尼的景象，所以就用一种油纸伞一种的概念来做。我拄开始啊，嘛是用桐油的方法。哦，用桐油，桐油久了会臭。伊有一个味伊嘛较慢搭。所以我得用一种防水树脂。防水树脂用落去，伊就会变成一种半透明的状态。即马呢，伊就会使有的重，有的轻，有的深，有的浅安尼啦吼。安尼，咱会就快点。有这有设备吼。暗时人有拍灯嘛，人内底行嘛是迄影拍伫顶悬。所以就希望讲吼，会使有这伊的皮层的材料，会有一寡呼应咱这自然建筑，咱这简的造型。顶悬我是用另外一种材料，伊这是一种有一般的一种弹性尼龙布。按讲伊无法度防水，嘛是同款。我把迄3D 的图放样变平面之后，我请裁缝师教我规领安尼切开，变 one piece， 规领安尼砍开，这嘛是真功夫。这真功夫嘞哦！伊这是自由曲面是。你个塑个焦掉安尼。缝线多好啊，会使砍掉迄。这拢爱算呢。拢爱算过。拔开的所在，拢是用一种咱露营定定咧用一种弹性的绳球，来做绑固。所以伊是哪有遮大条的球啦？这是啥？这露营哪有遮大条？这嘛是真趣味，嘛是有建筑的功能，嘛对环境嘛是有帮助。这是啥物？我是咧做的期间发现其实咱身顶的风足大的。本来拄开始我做这个剪的时阵是全部要甲封起来。封起来。我发觉安尼袂使哦，安尼风真透。声风叫啊。可能会有影响哦。所以我决定甲这条掰开，敢若破茧而出的意思。安尼破开了，风自然会使入来。而且咱行的行进的过程，嘛会使看到路口的迄种落羽松湖畔。顶悬迄球伊是回到刚刚的问题伊啥物球啊？伊是海废浮球。这渔船啊，用的浮球啦。我去台南回收厂去捡，去捡，经历过了后，设计佫共款的就希望讲吼，咱这个棚顶悬的这个棚，含这个竹会使有一个空气的流通袂烧啦莫有讲伊迄布含迄竹黏做伙，是讲落雨天，也是讲伊湿气吼，伊遐久就害去，所以咱安尼学做有浪棚，伊就会风会就自然安尼吹过去。伫路口看嘛看，敢若是一个生物体、有机体所以呼应自然环境的造型了后，嘛是会在达到一些建筑的自然功能。哇，刚才听这我头皮都疼，头壳都疼。这上困难的所在是啥物啊？上困难的所在，对我讲的，迄其实这蒸汽弯曲竹其实是真正是无简单我较早咧英国咧做蒸汽弯曲树的时阵，是我1年半的研究的时间，较突破这个功法。接这案子的时阵，希望讲蒸汽弯曲嘛是在变竹弯个建筑的一个功利行为，迄段时间嘛是伊咧试验。我头进行拢一长去，所以对我来讲，敢若咧做研究共款，一直长去。听讲你还佫去巴厘岛去看人竹啊那后。对。正就是因为第一届要来做这竹嘛足好奇的。这伊毋是用吹的嘛？伊毋是用吹，伊是用迄纤维切断法，安尼去甲迄竹安尼一节，小可下节，后会当会较简单的拗迄个形，拗起来时阵较糊啊。咱咧用吹的时阵，上大的困难是
不爱听话，还是安怎？伊就敢若树讲共款，竹仔含树仔像无共的所在，竹仔是空心的，啊树仔伊是实心的，啊所以迄竹仔你有当时你咧玩的时阵，伊袂听话，伊足顽强的，伊无想要玩，啊伊会伫迄空心的所在，伊就憋去，啊所以要咧玩的时阵啊，伊找方法，啊甲进前失败的经验，去研究，啊啥那才会转去，啊所以就一起去到尾后有。我看遮吼，你这结果吼，顶头粗下骹幼，啊中啊粗啊两边幼，对，你嘛有算过呢？对，这嘛是和这整个建筑结构力学有息息相关。啊，就希望去挑战咱，这是来自于咱桃园复兴乡的在地的贵族，希望讲吼去挑战咱竹仔粗的、长的。伊的弯曲的极限会使到倒，啊，甲上细颗的，因为愈细颗愈矮，极限愈大，较好弯，反正是愈歹弯，愈歹弯。啊，大嘛是有歹弯的所在，因为是较大，你歹操作。哦，这经验值写起来是真简单的咯。对，就是只要12组，所以12组拢是无共款的，无共款的角度，无共款的粗幼，安尼来去完成。其实吼，咱这个不管是汉人也好，还是一般西方世界人，拢真爱这个小桥流水。啊，这风真透，啊，这看起来甲自然合作位吼。老师，你本队就是学松林的，还是你的背景是啥物？我的背景就是建筑。你本队是建筑？大学的中原大学建筑系。哦，啊，不来甲变做插头。嘿，我就是毕业了去老师的建筑师事务所做建筑设计师。哈。啊，几年了后，就有燃起要去国外读册的念头。啊，时阵英文无好，考无过，啊，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是伫上海的建筑事务所，啊，毋过伊是英商的，啊，伫遐工课，啊，做，有一天就看到一个英国AA School 有一个学程，啊，伊这个学程真特别，伊伫一个人工森林，有一个森林校区叫 Who Park。哦，这真有名。嘿，伊特别的所在，除了伊是一片人工森林之外，吼，伊是学生啊、研究生去家己的校园，啊，用学校书伐下来的树木来盖自己的实验性木构造。啊，伊时阵看到这个学程，我感觉就是敢若去这片森林召唤。啊，我就想到鸡母皮落去。嘿，我就辞掉了我上海工作，一批人工森林去。迄差多偌久？哦，迄是我大学毕业了10年后的代志啊。啊，会使甲咱主持人分享我迄时阵，阮伫英国你做的？我含另外3个同学做伙完成的一个案子 ，AA School 的 Who Park， 从第一届开始起的实验性木构造，从大型的木工厂，啊到宿舍，啊食堂。啊，你起的是啥？我起的制裁机的棚子。哦。就是我讲的，咱进前，阮学校学长因起的这实验性木构造，拢是学校抽来一种杉仔。啊，杉仔要变成木材，就要有大棚机、制裁机，就是这台进前拢是放伫楼口，风吹日晒雨淋。啊，阮这届任务就是帮伊起一个厝，感谢伊。是。啊，这就是伊时阵嘛，含这有敢若要讲，伊嘛是渐变的。啊，为细机到上大机的，嘿。啊，这拄好吼，这树仔叫落羽松啊，就即摆咱遮边仔。树啊，落羽松，啊，这是花旗松，啊，迄时阵试2种树啊的弯曲的特性。啊，再有另外一个画面，啊，就是希望吼，伫这个环境内底，
啊落雨啊、落雪啊，因个会落雪嘛。啊，伊这会使自车车，无会伤重，也会使有自然排水排雪。这是一个米其林的这个餐厅呢，做台湾新台湾菜的主厨，伊开的伫2020，今年开的一个新餐厅叫 Ambers。啊，我伫这餐厅，就是这啦，用嘛是伫山顶种4丛树啊，变成一个餐厅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的吧台。这一体呢，这一体这开口啊一体呢，吼，规支衫啊破破的，敢若分开，毋过你搁夹做伙，这个下一刀就变白台，会使放杯啊，下开的顶悬我就来做伊的电火，所以希望拢会使为一支树啊开始来讲设计，来做设计，这是中的过程。老师，这拢你家己做工啊？嘿，我家己设计，家己做。所以你这也有法度牵师啊吗？我嘛是足甘心我咧做这时阵，拢有一定有好朋友因会来甲我斗相共。你会行这条路，当然你甲你去英国福报真有关系嘛。是。啊，你说转来嘛，有差不多6、7档、8、9档啊吧？9档。8档。8、9档。你感觉咱台湾的环境也好，还是讲咱的条件也好，你有开始找出一条甲英国说较无共款的路，还是讲共款的手法，但是用无共款材质的竹啊啦，还是其他的物件？你安怎想？我的想法是吼，即马的木构造伫全世界全球来讲，其实伊是一个成熟的工程材料。即马会使起较悬的木构造建筑，甚至是18层以上木构造很悬，这是国外的技术拢会使做到安尼。毋过其实对我来讲，我伫迄个学校以我的养分，我意识到我家己就爱较自然的物件，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建筑有做百款。我选择的路，我希望会使为大自然环境我做的建筑唔免大，我细嘛袂要紧，会使对每个个案全新的导入友善环境的方式来施作，是我的理想。所以我做的物件，伊拢是敢若构件式的，伊拢会使拔起来，会当调整啦，会使调整，是讲时间到。有只亲像 Lego， 对。亲像 Lego 共款，你个人团队拢会当来参与，要分开嘛，当好优秀。对。这嘛是一种理想的吼。这老师这人真谦虚，敢若竹啊安尼空心，唔是讲伊唔是讲空心菜是讲真谦虚，真顾谦。但是你甲看，一个人做到安尼，老师想要一个问题，你甲咱大家讲什么款的人，什么人的性格适合来做这种代志？哇，这对我来讲无好回答。毋过以我的经验，我是感觉唔通急，爱慢慢来提升迄个案。我选择一个人来做，这个案有一个真好的卡手，我的协力伙伴叫吴成龙先生。伊是花艺师所以对我来讲，无讲什么人较使来做这案。你只要嘛会当做，只要有心、诚实，面对每个材料，唔是讲咱即马做这部分，无人看到，咱有凊彩安尼，好会过，安尼过，脚踏实地啦。每个步骤你拢爱做认真地看来你即马做，甚至有当时内底迄角度咱所竹仔的角度，无人去注意，无人去注意无人去注意。对我来讲嘛，希望拢家用做较真焦全真焦伫时间。这师傅歹地，这师傅歹地，这嘛真古摸的我是淡薄古摸。看伊咧整这物件的时候，我就知影这真古摸。个性要有古摸，要慢慢稳来做。急着无法度把这代志做好，对我来讲是安尼。这嘛是因，啥那我一年选择做这案，因为我是一年内底有2个膝头，我就分身乏术。我可能就急，我可能就请做一个朋友来斗相共，做一个同事来斗相共，我就无法度照顾全部的代志。所以对我来讲，搁10岁进前是一个
感觉是一个关键的岁数。我希望到50岁进前，一年会再好好做一个案，大家案拢没有辜负你的理想业主甲理想。对。什么是台湾精神？台湾精神有人讲哦，汉子唔惊骆驼烂啦，只求啊军机代代传。台湾精神哦，嘛是正直，嘛是诚实面对，脚踏实地，稳稳来做，这嘛是台湾精神。有志一同，一个人会当行真紧，一群人会当行真远，这嘛是台湾精神。是。今日真欢喜。咱邀请了桂老师哦，我学习真济。这人是我荣幸，不，这真的。所以你若有志一同来找桂老师，老师有讲啊，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背景的人，你若有兴趣、有趣味，茶是甲你上亲近的物件。这种物件，大家人拢会当捌，大家人拢会认识、认捌，认捌你家己的环境，认捌你自我。这拢是。你台湾人生的一部分哦，现在真感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哦。世界万人台，拢伫咱台湾新南界，我是黄庭生。